听这平安，咱即马听钢琴在弹这首，就是咱今仔要吟的68首，圣诗68首，万美光明极美丽这首，咱来吟一遍吼，因为较无好唱，咱做来吟。 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
奇妙智慧，雪花草花拢地开，主做伊烧的水，世照照我的饮食，主做世世的事，妈咪个名叫美丽，我咪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，使咱目睭通观看，予咱嘴唇唱歌，主大权能着传播，伊做万物叫好，叫美丽，我咪无论大小。上帝创造这万类，充满奇妙智慧。阿门。就是咱要开始咱的敬拜，咱要用神甲诚实来敬拜主咱的上帝。来吟回经诗363首，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耶和华早起时，你会听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对你拜礼，我的祈祷，望你应我，我要因你的圣地，笑脸你叫大的恩主，我心敬心敬虔，我要对你的圣地敬拜你，我要对你的圣地敬拜你。发源静声。
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着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，愿海角其中所充满的拢出大声，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迄时，树林内的树木，拢要伫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三甲来吟圣诗68首，万美光明极美丽，起立吟全首。咱会员徛伫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第5段。来，愿信上帝予人有尊严、才能，一直向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真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温事，破坏人万美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白。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门。请坐。启用，三甲来启用是启文第6篇，诗篇23篇。启文第6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
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。三甲来祈祷，俄罗主，阮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你统管一切，愿我靠你来活，来顶当存在，永远活伫的主，愿要出声学落你。感谢主，为着你的名，用你的疼，带阮行义的路，正直的路。感谢主，军队你的引带，要进入爽快安歇的情景，就是互阮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阮伫安静的水边。我要有较大的信心，一生交托互主，伫主内底无忧愁，安歇喜乐，这是你赏赐的大福气。我要专心军队你的引带，所以阮着放落逐项的重担，甲羁绊阮的罪。来行所安排伫头前的路站。当阮活伫罪恶中软弱的时，要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悔改，求你更新阮的性命，得到灵魂精英，顺服主的引带，行义的路，荣耀主的名的路。今仔日早起的礼拜，我牧师要分享咱所徛起的信仰世界，我要专心来领受。我要对今仔日的圣经知影，一生中逐项的试炼，拢着欢喜来接受。伫安尼的信心，生出吞忍，得出成功，完全无欠缺。原在基督主是律法的结尾，信主的人得到真正自由，活命伫阮内面。信仰亲像活水冲出来，阮不只听道理，求主互阮有气力。行圣经的教导，就离开罪的捆绑，甲主有合意的关系，所做的要得到主赏赐的福气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。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就是阮平安。阿门。这我对。要献的诗歌是 Celtic 的奇妙恩典。
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，伫雅各书第1章1节到27节。雅各书第1章1节到27节，263面，第263面。我来读。上帝甲主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请安12支派4线徛起的，我的兄弟啊，恁含落伫济济样的试炼，着拢掠做欢喜，因为知恁信的经验会生出吞忍，独吞忍会互伊到成功，互恁完全招备，无所欠缺。恁中间若有人欠缺智慧，就对迄个白白互正人，也无嫌人的上帝祈求，就要互伊，独着用信来求，拢无犹豫，因为犹豫的人，迄如亲像海涌互风拍来起落，迄个人免打算对主有通得到什么。两有心的人，伫所行一切路无定准。卑微的兄弟，就对伊的歌声来夸口；好野的对伊的卑微也着安尼，因为伊要过去，亲像草的花，因为结出甲烧的风，互迄个草打花谢，伊的水就无去。好野人，伫伊的所行也要安尼衰退。拄着市内忍受的人有福气，因为既然经过试验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，就是主所应允，互听伊的人的。拄着市的人，无得讲，我是互上帝所赐，因为上帝无互伊所赐。伊家己也无试人，独逐人着拄着试，拢是互家己私欲所迷所着。私欲已经怀孕，就生罪恶；罪恶已经长成，就生出死亡。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无得错误。既然好的赏赐甲完全的恩赐，拢是对顶面、对正行光的白落来。伊无变换，也无当时的影。伊照家己的意思，捌用真理的道生咱，要互咱伫伊所做的中间，做亲像头水的佳子。19节，我所听的兄弟啊，恁知即个，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，讲话着慢，受气也着慢。因为人的受气无正上帝的义，所以恁拄起拢总暗占甲过野的恶毒，就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恁内面的道理，就是会救恁的灵魂的。恁着做行道理的，毋是简单听的来家欺骗，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。譬如亲像人伫行面，详细看伊本人的面，看过了就做伊去，念边袂记得伊生做甚物款。若是人自身伫迄个照常的律法，就是人家自由的，也长长住伫迄个，毋是听了袂记得的，是实在地用功的，即号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。26节，人若有人掠家己做敬虔，也无约束伊的旨，就是骗伊家己的心。即号人的敬虔是空空，独眷顾孤儿寡妇，伫因的患难中，搁家己受，无互世俗目着。这伫被上帝的面前，
就是最清气无染衫、无拉衫的敬虔以上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我心偏向来尊重，我心现在归你因果，只剩我的主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我心偏向来尊重，我心清早归你因果，只剩我的主。讲到咱今仔邀请欧米斯牧师吼，咱拢熟悉的欧米斯牧师要甲咱分享咱所徛起的信仰世界。真欢喜，咱今仔日会当三甲组织伫遮，因为主耶稣的疼，互咱会当三甲来礼拜。愿今仔日所讲的人、所听的人，拢会当得到利益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所有美好赏赐的源头，创造阮甲万有的主，愿恳求你，求你教示阮，通过今仔日雅各书第1章的话语，互阮会当明白真理，属天的智慧，赐互阮受教的心。会当晓悟主你通过雅各所要讲的真理，加做阮灵魂的养持，引带阮行人生的路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头个落丢了，甲规个雅各书的第1章拢读了啊！我即马想要来问大家，你感觉会记得？因为读经堂吼有27节的即个经节，你感觉会记得中，互你印象较深的字，还是句是啥物？敢有人个会记得？会当互我知影？阁有无上印象上深的？阁会记得的？伫恁的心中有无？有人嘴要叮当吼，毋免惊，甲伊讲出来，敢好？会记得啥？会记得？你是毋是甲伊读一遍吼？你想讲，奇怪，今仔日无书为虾米甲规个第1章拢读了？无亲像有当时咱定定会做的读一段一段尔。其实伫早期无足侪人毋捌字的迄个时代，也就是伫耶稣迄时伫基督教拄形成的迄个时代。批示毋是用来看的，批示是有捌字的人读好，毋捌字的人来听的。所以一届若咧读的时阵，是甲规章规卷拢读互阮。也就是讲，今仔日咱若是转去雅各迄个时代，咱听的都毋是第1章尔，咱听的是规个5章拢听了，而且伫迄当阵是无分章嘛无分节的。所以是自头读到尾，这考验咱的记忆，嘛考验咱的专心。安尼我阁问一遍大家，你感觉会记得什么字一直重复咧出现了无？还是有什么字你感觉特别有印象的？敢有？敢有？这个问题我捌问过阮教会的青年，因有个人讲爱安那。因为迄当阵我是用华语读吼，伊是讲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生气。吼，这对因来讲，因就有印象。嘛有人讲，人的受气无法度生出上帝的字。
有人问，安尼即卷册，即个教导是毋是甲保罗的即个教导有一寡无共款？因为伊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。哦，我毋知影头壳咧读的时阵，你是毋是嘛有即种感觉？针对即段的经文，伫个1932年的时阵，10月的时阵，教会公报捌看过巴克利的讲道，讲着行好。毋知影大家安尼看了后，是毋是有即种感想？听了有即种感想？着行好。巴克利安尼讲，道德的教训是迄是基督教以外的宗教，拢叫人爱先做好代志。咱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是毋是定着有拄着咱的兄弟甲咱讲，逐款的宗教拢共款，拢是叫人安那做好事，拢是劝人为善。巴克利毋是安尼讲，巴克利讲，逐款的宗教拢叫人先做好事，才会当得着救。假设人若爱先做好事，才会当得着救，你毋免来信耶稣，因为信仰耶稣。第一个要素，第一件上该要紧的代志，毋是你做好代志。信仰耶稣第一个要件是啥？反悔你的罪，来信靠耶稣基督。伫遮爱注意的是，你爱反悔认罪，毋是反悔改过自新。因为人若无信耶稣基督，来互罪得到赦免，哪有可能改过自新？有一句话讲，牛牵到北京也是牛，好佳才无变做病啊，别种的物件。所以基督徒若要得着救，大先毋是做好代志，是爱反悔你的罪，信基督。第二个得救的要件就是行好，怎样行好？因为基督已经甲咱救赎，所以基督徒才有法度行好。比平讲，一个人若患病，咱敢会叫伊家己医好，才来互医生看？敢会安尼？袂，咱一定是请医生去互医生诊断了后，甲伊治疗，即个病人才会当渐渐恢复身体健康。所以就亲像安尼，人爱先互基督救赎，才有法度去做好代志。所以咱伫遮会当真欢喜来讲，咱毋免失望，咱无法度行好，因为只要反过信靠耶稣的人，得到救赎了后，就会去做好代志。因为咱无受到法律的管辖，咱伫稳定的中间，基督教是一个稳定的宗教，要得到救真简单，就是爱悔罪信耶稣，罪得赦免，心内有平安，会当行好到天堂。上帝已经将伊的独生囝赐予世间，互每一个信靠伊的人，袂定论，得到永远活。以上是巴克利伫迄篇讲道篇内底所讲的，毋知在座的兄弟，你敢有认同？有吼，啊，你感觉有一点仔怪怪的人有无？无吼，个人是伫教会的信徒吼。巴克利是伫教会的牧师。若是浸信会，伊就可能会安尼评论巴克利，你的话足奇怪，因为人本来就是爱听悟，爱想办法悔过向善，信耶稣才会当得到顶头生。这是浸信会可能会安尼评论。咱若是路德会，可能会安怎讲？伊可能会讲，人信仰耶稣基督做救主，功德已经圆满。你是律法主义，才会强调人爱做好代志。同一篇的讲道引起的评价非常的极端。我毋知影今仔日我讲了后，咱的兄弟转去了后，会有啥物款的评论吼？我真欢喜，大家互我知影。我就想到有一个教授，伊叫做 Paul Jones。伊是一个美国的教授，伊捌做过一个研究，叫做 Theological Worlds Understanding Alternative Realms of Christ's Belief。意思就是讲，咱爱去了解基督徒信仰中间有无共款的啥物旋律，用这个 realms 有这个旋律是啥物意思？原来伊去访问几百个信徒，
结果发现一件代志，可能我会当来小可调查一下。咱中间，若甲你问一个问题，讲你上喜意的圣诗，还是上喜意的诗歌，是倒一首？敢有可能咱都行教会每一个兄弟拢讲共款一首？无啥可能，拢会讲无共款，对不对？我搁问一个问题：你上喜意的圣经的经节是倒一节？敢互我知影无？你随时想到的，是倒一节，还是讲是倒一卷？敢有人上喜意诗篇？毋是，有人上喜意诗篇，佫会讲诗篇第23篇。有的人上喜意啥物？有的人上喜意福音书，因为内底有真侪故事。有的人上讨厌啥物？先知书，因为看了那亲像人咧甲我批判吼。咱喜意的经节、喜意的诗歌，可能拢无共款。就亲像有人讲，咱爱唱旧的圣诗，无要唱新的圣诗。有的人讲，咱爱唱敬拜俄勒的歌曲，无爱搁来唱圣诗，等等的无共款的意见。其实即款的现象，毋若伫台湾有，伫即个教授伊所做的即个研究中间，伊发现遮的居民，遮的受访问的遮的信徒，其实住伫无共款的信仰世界。即个基督宗教，大家住的信仰世界，其实无啥共款。每一个世界住的人，有家己的行行。有家己上界要紧、上界对重的信仰价值，嘛有伊认为的愿望。这会当对啥物所在看到？无共款信仰世界的人，喜意的经文、甲诗歌无共款。对面来讲，伊讨厌的、无想要看的经文、甲诗歌嘛无相像。所以，伊做即个研究了后，伊就分别出5个世界。这毋是讲简单5个信仰的世界。咱也知影，咱的圣经66卷内底，遐个作者甲因的时代有偌尔复杂的时阵，咱会当了解，毋那5个世界。何况遮个世界，佮甲读者个人的生命经验有真大的关系。第一个世界的居民。因主要的议题是互人放杀，伫即个世界中间的人，看家己甲其他的人，拢亲像啥物孤离。即个世界的人真愿望，会当有一个厝会当转去，所以转去厝回家，诚做因心内上界要紧的渴望。伫即个世界的人，安怎看耶稣基督？因感觉耶稣就是迄个甲因引带转去厝的迄个啥物，迄个导师。上帝通过基督，或者的孤离，会当感受到疼，会当感受到有一个厝，有一个家会当转去。上界明显的例是啥物？咱若去查一个报纸，我相信大家拢知，叫做《基督教论坛报》，敢有听过？基督教论坛报，你打回家这个关键字，你会当发现过去5年到10年的这个中间，逐年拢有回家的主题甲报道。所以对遮的人来讲，转去厝回家是上界要紧的。可能因上介意的福音书、约翰福音、启示录。以及咱今仔日的启示文诗篇第13篇，伫咧最后一节讲啥物？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内底，一生一世哦，毋是今仔住一点尔，是一生一世拢要住伫耶和华的厝内底，耶和华的殿内底。这是第一个世界。第二个世界的人是先知的世界，因安怎看人类？因认为人的世界，人的危机就是混乱，是物质，遮的来源是压迫。先知世界住伫遮个先知世界的人，一世人要为着公义来拍拼。你感觉
咱的长老教会是毋是有即种的气味伫咧？透过咱所读的迄个什物信用个别内底，其实嘛有真强的先知的影。我去加拿大海车的时阵，落回轮机，有一个台湾的同乡的即个兄弟甲我接，伊就问我讲：啊，你嘛是基督徒呢？啊，我讲是。啊，你是倒一个教派？啊，我讲我是长老教会。伊就甲我讲，恁迄个高准明牧师，我上看袂起，哈，惊一跳。为什么？伊讲伊是一个正直的牧师，伊拢咧舞正直，伊无咧传扬福音。迄当阵我并无甲伊去辩论，毕竟我坐伊的车，第一届到加拿大，嘛毋知伊会甲我载去倒位。所以当然就是听伊的意见啦，吼。当然，伫咧心内咧听的时阵，嘛咧想，到底是毋是亲像伊所讲的，对长老教会的高准明牧师来讲，先知的世界，伫咧面对压迫的时阵，耶稣是接受压迫的人的头棒者，是弥赛亚，上帝通过基督带领人。较赢邪恶的世界甲制度，互人得到真正的公义甲自由，充满平安甲欢喜。这就是透过咱读的这个信用个别。请问伫咱的圣经中间，敢有这个世界的人？有。规个旧约的先知书、大先知、小先知，拢是先知的世界，伊是阿摩斯的世界。请问伫新约中间，敢有？新约中敢有？敢有？大家感觉无？还是有？感觉有的人请举手。伫新约的世界内底嘛有先知的世界，有。伫倒位会当看到？上较有代表性，就是路加福音玛利亚尊主颂的世界，就是耶稣伫路加福音第4章。伊第一届出来宣告的时阵，伊坐伫会堂中间，然后伊徛起来，伊拍开迄个经，迄卷册是啥？以赛亚，来读即个伊的即个信仰的宣告。伫即个世界的人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，是甲受压迫者徛做伙，上帝甲咱做伙奋斗，上帝也替咱拍拼。伊后来佫分别出第三世界是虾米款的人组成的社会的边缘人。伫即个世界的人，主要议题是空虚，因为因是社会边缘人，受到排斥，所以感觉家己无价值。耶稣对社会边缘人来讲，是因所渴望，是甲因尊重的对象。请问，伫咱的圣经中间，敢有即款的人？敢有即款的世界？敢有？有。你若看规个4本的福音册内底，耶稣一直因为一个问题，互迄当阵的宗教精英来苛刻，伊甲无应该食饭的人做伙食饭。大家会记得耶稣甲什么款的人来食饭无？呀，无毋对，甲罪人、甲抽象的做伙来食饭。伫迄个世界中间，用男性做统治的父权的时代，耶稣阁甲妇女、甲儿童来讲话。伫迄个身体若有残障，就无法度入去圣殿的宗教世界中间，耶稣去甲什么人做伙？太过病人，毋若甲伊做伙，阁安那？甲伊摸，甲伊因治医治。耶稣阁去甲互鬼附身的人送家己地。所以上帝的疼是通过耶稣来充满每一个人，互人会当定心来疼家己，阁去疼厝边。这个世界充满的是创造的故事，伊讲的是人是用上帝形象所做的。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是好的，上帝甲咱建立合理的关系，互咱会当用耶稣的疼，耶稣生活的款，活出这种疼。第4个世界，罪人的世界，
咱袂感觉气愤，因为这是基督教主流的世界，人是有罪，人是骄傲，这个世界的结果是犯罪甲撩舍。耶稣基督把咱的罪抹掉，互咱得到救赎，互咱这不配的罪人免受刑罚，会当因为信来得救。这个信仰的世界是礼拜仪式，基督教的基本的教义，也是保罗培训上界重要的主题，嘛是圣餐礼仪的主要的经文。那入来这个世界的人，无别人，就是你甲我，无输嘛是伫这个世界，根据这个世界所行的这个制定的礼仪来主持礼拜甲讲道。所以伫这个世界若定长期了后，咱可能会忽略其他的世界。所以当咱咧听其他世界的经文的时阵，自动会用第四世界的经文来做判断。若是无符合这个世界所讲的经文，轻的就忽略其他的世界，当作无听到。较严重的，就去谴责讲，你头我讲的迄是甚物？迄是无正统，迄是异端。所以咱毋免听，甲其他的教导就甲伊拒绝。为虾米要安尼讲？因为雅各书伫德国解决中的马丁路德的心目中，就是一本批一本那亲像稻草的批示，无读的价值。马丁路德讲这是稻草的批示，啥物意思？会当烧掉啊？毋免读啊。毋过对咱的长老会的会祖加利文来讲，伊讲这是一本有纯正福音的册。一个讲是稻草紧烧烧的，一个讲这是纯正福音的册。哪会差遮济？咱来看第五个世界。第五个世界，大的人是充满绝望的人。敢有人会充满绝望？有，伫这个世界的人经验过真大的灾难，因是劫后余生的，因是长期受苦受虐待，生命非常的破碎的人。对因来讲，耶稣是受苦的奴仆，是苦难的人的同伴。这甲第二个世界有啥物无共款？共款拢是受压迫，无啥共款。第二个世界的不义的体制，佮有一个对象，你会当去拍拼，你会当去车好倒。也毋过伫即个世界，请问人要安怎对抗悲剧甲悲惨？伫即个世界，人要安怎对抗死亡甲死亡？伫921是真正吼，921遮几啊周年遮拄啊过啊，阮教会捌有一个会友啊，伊的厝内底的人伫即个地洞中间，互人拢带去啊，伊活落来。大家感觉活落来的人会讲感谢上帝无？吼，安尼咱毋是受害，毋是迄个受灾吼，是可能有的人会安尼讲，边仔的人看到，嘛会讲感谢上帝。也毋过对伊来讲，伊有真长的时间讲，为什么是我活落来？我不配，因为真深的罪恶感，认为讲我应该甲我厝内底的人做伙死去才对，我哪会当活落来？其实迄个讲的是啥物？对即个世界无阁有希望啊！是即个绝望者的世界，人要安怎对抗死亡甲死倒？伫即个世界，上帝通过基督展现伊的疼比苦难较大。伫圣经中间，有人活伫即个世界无？有，旧约有一个人，囝儿拢死去。后来，家己个洗毒疮，坐伫府中间，摕迄个遐，甲家己足上的所在伫遐安那，伫遐哭足上的所在。迄个人叫做约伯，嘛有一个人哭甲目睭的
拢着要找的去，叫做亚利米，伊代表规个国家去靠出国破家亡的痛苦。亚利米的哀歌是国家集体灭亡时的目屎。伫生育顶面有人安尼无？有，迄个人咱无生分。伊伫十字架顶面话讲：我的上帝，为什么你弃杀我？就是咱的耶稣。所以才会讲，伫迄个忧伤破碎，互人底啊扁扁的迄种性命受苦的中间，上帝甲咱有缘伫地。对咱来讲，毋知你长期是伫倒一个信仰的世界内底，嘛有可能你会甲牧师讲，牧师这5个世界我拢有去过，这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咱的生命的经验一直在改变，所以咱有可能会伫无共款的信仰的世界内底，嘛有可能咱毋管拄着啥物，就坚持要徛去伫某一个世界。毋过，为什么要介绍这？因为我要甲大家讲，咱爱用信仰的世界来理解雅各书，毋是亲像路德共款，直接甲雅各书当作无路用的物件。安尼，第一个问题就爱问的是：雅各是甚物人？第二个问题爱问的是：伊伫什物世界？伊会写出即卷册？那讲到雅各是啥物人？伫今仔日的第一句话讲：我是雅各，上帝甲耶稣基督的罗卜，写批互四散伫逐所在的12支派。雅各是啥物人？伊有可能是耶稣的门徒，伊嘛有可能是耶稣的兄弟。毋管伊是倒一个，伊的地位拢真悬。那伫一个传统的社会，你是国王的阿兄，也是小弟；你是国王的家族，迄就叫做啥物国舅啦，皇亲国戚啊！吼，咱讲耶稣是万王的王，安尼引导才会亲情50出来讲话，要指导咱的国事，要引传人民的前途，感觉才会伟大的领袖是甲家己会当安那做伙伫遐平起平坐的人。是家己的亲情，所以那亲像家己嘛那飞上天啊。毋过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奴仆袂甲耶稣平去，坐共款的位，奴仆嘛袂去影响耶稣的意志。我阁问一遍，雅各是啥？雅各是啥？讲到雅各这个名，你会想到啥人？讲到雅各会想到啥人？雅各对有以色列背景、文化背景的人来讲，会受到的是啥人？举这个例，安尼讲，今日你若有收到一张批，是阿讲我是王秘书，恁会想到啥人？复兴教会的牧师，对毋对？迄是因为恁对我有一寡熟悉，所以当阵伫12支派四散的12支派的人，收到即张批，看到雅各的时阵，因会想到啥人？因会想到以撒的囝。雅各是甲上帝相应的人，雅各是上帝统治的人，所以伊的名叫做以色列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统治的。所以大概咧讲以色列的时阵，受批的人听到就是上帝统治的人啊，上帝统治的人啊。雅各写批互12个支派，讲恁遮会受到上帝统治的人啊，恁爱用实际的行动活出耶稣基督对上帝的信仰。安尼，雅各伫什么款的世界来活？咱来要看卖好无？感觉雅各伫第一世界的人插举手好无？第一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是孤儿，真好。第二世界咧，伫先知的世界，你感觉雅各活伫先知的世界的人插举手？敢有？无？哦，安尼头挂第一章27节，转
转去佮看一下吼。感觉伊活伫第三世界的人，请举手。第三世界的人是社会下边的人组成的世界。那个社会的对象，敢是活伫迄个世界？那个本身，敢是迄个世界的人？第三世界，你感觉伊活伫第四世界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真好。你感觉伊活伫第五世界的人，请举手。无，你毋知伊活伫倒一个世界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拢真好吼。你认为伊活伫倒一个世界，会影响你对伊的理解？若是咧看即个雅各书对伊的经文内底来推测的时阵，来用的时阵，真有可能伊迄当阵是活伫第五世界，因为因四线伫无共款的所在，特别是讲因是12支派。若讲到这，就咧提起因互人灭亡。四线流离失所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因流离失所四线伫四国的犹太基督徒，因迄时受到迫害，因互外邦的基督徒认为因是安那传统守旧的犹太人，因为因遵守割礼旧约的规矩，有一寡教会认为因是异端。雅各书伫传统的罗马教会，也是欧洲的教会，较受到拒绝，是较边缘的批示。教会袂使会去讲，有甲伊收伫正典内底，毋过袂使会去甲伊讲。毋过即本册伫埃及、伫叙利亚的古代教会，非常的受欢迎，因为伫遐基督徒是少数。即本册真做因的安慰。犹太基督徒和犹太人嘛，看做是啥物异端。外邦的基督徒认为因异端，犹太基督徒认为因异端。正面毋是人，倒面嘛毋是人，两边拢毋是人。所以因的处境真正艰苦。毋过因就是犹太基督徒，因是12使徒直接的传人，因的老师叫做彼得。伫迄遮。因伫患难中，犹原坚持因的信仰，因知影甲世界分别出来。对因来讲，这哪亲像咧食饭咧，因早就已经习惯啦。毋过伫咧患难中间，佫较爱用行动去实践信仰，信徒的吞忍。伫遮伊讲，人的受气无法度实现上帝的义。所以第一个讲，伫试验中，你著爱安那？爱安那？伫试验中，这4个这字就讲出因所伫的迄个世界。所以伫试验中，是一个真要紧，知影伊伫什么世界的线索。伫即个试验中，佫较爱要求信徒的吞忍。雅各书讲的即个吞忍，伫个希腊文叫做 hypomone， 伊是一个军事的用语。所以咱咧看的时阵，就知影即种吞忍是伫咧讲咱的生命的挑战，若亲像战争共款。即个吞忍，毋是讲叫你吞落倒伫遐，凊彩人去用，毋是。即个吞忍。你若知影生命是一个战斗，你袂倒伫遐，你会去安那？你会去反抗，你会去坚持，你会无摇动。即个军事用语，虽然伊的来源是压迫，也毋过伊讲的是迄袂摇动，是积极行动的一种吞忍。即本册，即个册，伫宗教改革中间，为着教会受迫害的江户士。伫伊个时代，伊批判宗教领袖的车花，互人赶出教会，互人杀害，最后的时阵，当伊互人赶出教会的时阵，伊就讲：我当开始互人试验，我甲伊当作是一种喜乐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互人称作异端罪犯。护士，就是受到雅各书的鼓励、教导。
继续去行动，互伊咧面对挑战甲死亡的时阵，伊会当吞忍。雅各书伫遮个勉励咱爱行完全。讲到完全，定定拢会互人误解。所以，即只两只个对落的人，敢有可能完全？敢有可能无欠点？伫咧遮雅各讲的，毋是讲咱个人的成就会当完全，因为完全简单会当用伫上帝甲基督的身上。伊对人类来讲，完全的是讲一种整体性。你的目标甲你的行为是共款的。一个人是诚实的，是咧讲伊的人格甲伊的行为是共款的。伊袂讲一套做一套，是完全讲的甲伊所做的是共款，无分裂的情形。所以，一个诚实佮完全的人，伊就会当反映出上帝的智慧。上帝智慧的目标是啥物？是人会当诚实完全，伊毋是去取代上帝的智慧。这是雅各书内底讲的迄个完全，这种完全嘛是规个群体的完全，互咱会当做伙去转化遐个无应该存在的，可能是对人的看袂起，对人的看轻。可能是用阶级去决定你这个人较好，爱对你较好；用能力去决定你这个人较有才调，所以爱对你较尊重。毋是，因为个人的成就是倒变的，这种完全无欠点，是用伫咱的规个群体中间。雅各嘛甲听众听即间册的人讲，你若愿意接受头我讲的即个试验。这个试验毋但会当增加你的吞忍，嘛会当互你达成无欠点的完全甲诚实。毋过，你若要犹原感觉有欠缺，会欠啥？会欠智慧。当人承认家己的智慧不足的时阵，你应该爱创啥？伊的建议真简单，上帝求智慧。伫个雅各书中间，甲法律、甲上帝话语是编辑做伙的。对于雅各书来讲，智慧是有能力去承认、有气力去军队上帝互咱生命的方式。所以，伫雅各书内底的智慧，伊是讲诚实，是讲稳定，是讲听真紧，讲真慢，受气嘛是慢慢啊受气。这表明的是一种智慧，伊嘛表明伫信的顶面，信心的实际顶面。伫遮讲信心，常常有人会误解，信心是毋咱相信就好？毋是。伫雅各书第1章第8节特别去讲，三心两意，人亲像海面的迄个波浪伫遐摇来摇去，迄款的。是信心的反面。为什么？伫咧遮，你若看到三心两意，三心两意的代表是啥物？专心、一心一意。所以伫咧遮，信心咧讲的是一种专心，完全把你的目睭、你的心神放伫上帝的顶面，非常的专心。信心的反面是无诚实。无稳定，祝福甲咒诅会对共一张嘴出来。吞忍、耐性、稳定，这个浓缩伫智慧的观点，是雅各望伊的听众的身躯顶会当栽种落去。这个特质，敢有法度随出现？真实的无法度，伊爱有时间来培育。咱若是按上帝讲，按上帝祈求讲，我想要变啊有耐性，即马就互我耐性。安尼敢有可能有耐性？无可能，迄实在是真奇怪。按上帝祈求，毋是一个事件，伊较亲像关系的培育，要求咱不断
专案所有美善事物的赏赐者，就是咱的上帝。伊早就已经准备好要赏赐遮的礼物，互遐个目睭甲心神拢拍开的人，是伫遮是信靠上帝。那亲像在讲，上帝甲祈求的人中间的关系，你透过伫个遮讲的即个信心，迄个 pistis， 基本上若是咱平常的理解，我对上帝有信心。伊咧讲的是基本的信任，相信上帝会听会回应。所以雅各伊的意思较接近讲真的，毋免阁烦恼，你就是去祈求吧，继续烦恼落去，会主动你接受上帝要赏赐互你的物。那照雅各书的即个角度，行好是有具体的内容的。伫个即个第一周的上落尾，伊讲起爱特别去照顾孤儿甲寡妇，迄是一个真要紧的分别咱家己有原是属伫上帝的生命的款式。所以照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经文，听到遮，毋知影你感觉雅各是活伫倒一个世界咧？雅各的读者是活伫倒一个世界？伫迄个时代，迄时咱无法度回答。也毋过伫今仔日，请问大家兄弟，你是活伫倒一个世界？你敢是活伫第四个世界？亲像马丁路德共款，认为即本册讲一点啰嗦，无啥物价值。迄时你是当伫咧受到试验甲苦难的中间，即本册邀请你爱有喜乐，因为这是你成长的机会。伊毋是叫你讲吞落，啥物拢毋做，毋是，伊是讲吞忍，徛好势，徛在伫即个信仰的中间。上帝要互你气力，继续好好活下去，而且是活出耶稣基督迄款生命的款式，有吞忍，有完全，有智慧，阁有信。不管你伫倒一个世界，请你好好听雅各伊所要讲的话。咱大家来祈祷。听小阮的上帝，不管我伫什么款的信仰世界中间，拢有你的引传，拢有你的带领，主帮掌管，会当，因为阮家己无共款的生命经验，会当伫无共的信仰世界中间去学习，去体验。你本身的丰富、甲美好，我特别为着伫试验中间的兄弟来祈祷。不管迄个试验是啥物款的试验，恳求上主，互你伫即个试验中间有吞忍、徛会牢，嘛恳求上主，互你周围的兄弟姊妹会当甲你相甲伫地。甲你支持，甲你安慰，甲帮赞，嘛帮赞阮每一个独行的兄弟，会当真做伫试验中间兄弟的祝福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再过来吟圣诗250首，救主耶稣愿福本源，起立吟全首。救主耶稣愿福本源，困求阿乐听称赞，主使恩惠美捌停止，大声音是来乐乐。耶
心儿冷冷无是停，河海声音透天边，上帝听通阮为极大，应该感谢拢无煞，时时刻刻纪念主阮，做主路用那阮困，受主保护直到现今，愿我越听主声音，我若行到危险路途，耶稣已带行这路，主老保护救我性命，救赎带我到天庭。我受阮爱极大激情，面甲热水逼我心。我答以后赞我心情，一心行行主受改变。离开生命黑暗交界，入地革命的徛在，困求我主引我前命，甲主应点的声声。阿门。请坐，奉献。书献为主会执事刘如意执事。请坐。我来报告，
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我先读一遍，咱兄弟来读两遍。我的兄弟啊，欢喜，因为在恁神的经验会生出吞论。雅各书1章20、30，来做读。我的兄弟啊，恁含乐伫济济样的试炼，就拢掠做欢喜，因为在恁神的经验会生出吞论。雅各书1章20、30。我的兄弟啊，恁含乐伫济济样的试炼，就拢掠做欢喜，因为在恁神的经验会生出吞论。雅各书1章20、30。本周的聚会表、礼拜事奉表，咱家己注意。咱先开第4面，第4面。就是咱中级补选办法啊，丢落的部分，候选人的资格是70岁以下，捌做过丢落，还是接受任满8年的。这边选出咧选举选3遍，那不作业还是无就任的，就是空切处理，丢了补选4人，投票爱过半数才当选，任期4年，2025年到2028年，符合丢了资格候选人15人，我来读一遍：朱天佑、李明俊、洪和烈、陈玉清、陈丽淑、尤桂玲、尤志良、黄定科、刘秀英、刘罗宇、陈淑生、罗金池、赖仲宏、赖秀珠、魏志辉。接受的部分，接受候选人的资格是本会陪传会员2年以上的，年岁70岁以下，捌任长老的无受选接受，用普选的方式选3遍，不足的名额还是无就任的，空切处理。接受呢补选3人，有现任的接受受选做长老的，就补足名额。半数以上，会当当选，任期4年，2025年到28年，符合接受资格的候选人有58名，请咱家己看，有58名。来看第5面，第5面，候选人名单174名吼。若是有楼顶来策划，请往小书记、小的书记黄定科长老经证。咱看第6面，教会消息。今日感谢福音教会王秘书牧师的主领礼拜甲讲道，感谢伊的辛劳。后主日是双联曙光纪念日，邀请小会议长张宽牧师讲道甲主持临时和会，双联团契担任服侍甲献诗。礼拜中颁发敬老金甲后学期教会奖学金。这个出席临时和会是每一位独行兄弟的责任甲义务，咱共同来推选这个长老甲接受，互教会时间有人担任无欠工，咱中昼有备办迄个简餐吼，
第三，后主日礼拜有敬乐活动，年岁88岁以上的美寿是林丹玉秀、魏东营2个，满70岁以上的满70岁，拄满70岁是洪庆梅、陈英华，所以70岁以上包括美寿甲满70岁，总共有91人，是91名，毋是87名吼。这个名单呢，伫第10面，第10面咱家己看吼，家己看。若是有5顶还是老顶的，请我本人来反映。第4点，112年度第2学期的奖学金的名单有大学的是赖黄松、黄以嘉、吴专、赖怡君国中黄品珍、陈月嘉。赖鹏鑫、陈永嘉，后礼拜要颁发，爱邀请爱出席来领奖。第5点，妇女团体选举结果，会长罗秀珠执事，副会长陈立淑，委员劳如意、林慧珍、马时轩。第6点，10月7日记者会。为仁爱小组、喜乐小组代表欢迎参加。第7点，第4季的时间分担表已经印好，伫线顶礼拜兄弟家己来小组长摕迄个电子档。第8点，全教会4年读经计划即礼拜读到耶利米书第8章、15章。第9点，有登记新安宫的兄弟吼，去办公室领取。咱搁来先看机体交通的迄个报告，机体交通的伫后面，咱先来看。本会林秋云老师9月23蒙主文调。享年79岁，定伫10月初5拜六早时9点伫福顺会馆举行日幕火化礼拜。那福顺会馆伫迄个东海顶面的殡仪馆门口迄条路吼，伫路边尔，照即个主旨去找，应该嘛真好找啦吼。毋是伫内底，咱兄弟来要参加会记得。毋是伫迄个殡仪馆内底，因为无位啦，客满啦，所以租伫外面。伫东港3点伫本会伫咱教会举行个别礼拜，随后呢要安厝伫宜兰的家族墓吼。搁再有咱教会有派福音车要去参加日幕礼拜。8点10分出发吼，要去的人请到办公室登记。遮所有的即个时间安排，赖正业张乐仪来协助参加全部的事务，佮即个事会。第2点，关于集体关怀，即个第2点吼，就是等下要为补选来代祷，搁再才有几个代祷的即个事项。咱搁倒转来看第7面团契小组的消息。圣歌队今仔日礼拜后加班练唱到中昼12点半，备午餐。11月初2就是拜六后咧，下晡5点吼有年会改选。双联团契即礼拜的拜310月初2，南部一日游。7点20呢，车伫二中的侧门吼，二中的侧门7点半准时出发。
迄天如果参加的人车有开车来吼，爱停好势，因为咱迄天牧师要搬厝入来，所以爱留迄个车的通道，莫去挡着吼，无迄货车要入来吼，搬厝的车要入来，袂当入来，所以伫停车的时阵爱特别小心。10月初6呢，少年主日我有报告，咱少年团契主日伫8点半3楼的会议室，祈祷有备。8点50练唱，少年团契练唱要献诗。10月27有专题分享，邀请林佐林医师吼，就是林佐林医师，大家捌要来分享。咱看第4项兄弟团契拜六的读经已经进行到罗马书第7章。第5点社青团契10月初6礼拜日是查经创世纪。第6点主日210月初6呢下晡2点要参观丰原宜菜共生农场，遐个详细伫公布栏遐吼。有问题请池正浩兄弟来询问，来甲伊问一寡问题。第7青少年团契10月13的聚会是迎新。第8点妇女团契10月20的聚会呢是读经，菲律宾书甲社青团契联合。看第8面吼，就是关爱协会的消息，请咱家己看。伫咧关怀甲会友动态，咱等下祈祷的时阵，就照遮来祈祷。今仔日以上报告，搁再财务吼，财务顶礼拜的奉献报告伫11面，伫11面吼，咱家己若是看有啥物问题吼，答即个财务部反映。搁经过的名单伫第10面，第10面，搁家己详细看吼，家详细看。好，这是以上的报告。今仔日咱在座毋知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无？伫咱中间，无吼。无安尼，咱就开始来集体迄个关怀祈祷，咱做来祈祷阿头祈祷。主是创造的主，是活命的主，一切活命拢属于主。主耶稣有讲，搁我甲活命是在伫我。信我的人虽亡死，也顾袂我。邱云老师信主有得着救，甲主有永远的关系。主搁我，伊有永远的活命。虽然伊的肉体已经离开，但是甲主三结合的活命永远袂死。阮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拢有即个愿望，知影肉体离开毋是活命的结束。邱云老师的亲人心内，伫毋甘的悲伤中求你求主，互因有即个愿望，求主保守带领亲人，伫10月初5拜六甲进前所备办日暮会化，个别礼拜所有的事工，拢是得到主的帮赞甲祝福。10月初6中一补选，这是教会重大的事工，愿兄姐热心参与。
选出的长老甲执事，照圣经教导，长老甲执事的行为准则，伫家庭、伫外面，爱真正严格，做出好的见证。10月7日，伫中会对陈国成牧师甲林牧师的献票。10月7日，牧师搬厝来牧师馆。10月7日到任，10月7日就任受职礼拜。这所有每一项的事工，求主带领保守坚固。参与事工的兄弟会尽心尽意尽力完成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咱兄弟起立行平安礼。唱一遍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在主的荣耀，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咱做伙来念。每遍诗伫新圣诗228首，全地着仰主上帝，请咱来吟全首。全地着仰主上帝，出大声欢喜声，恁着用欢喜的声来服侍主上帝。唱歌来到伊面前，学乐到伊面前，就知主是咱上帝，咱是伊创造的，创造主是咱上帝，咱逐个是伊的，咱着伊的真行义，做伊查定的路，着写伊的路。学了伊的义，咱着这声感谢伊，也学了伊的名，因为主上帝是好，伊主爱到永远，伊心是到万世代，心是到万世代，全地就用主上帝出大欢喜的声。因着欢喜的声来服侍主上帝。那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请堂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独行教会众兄弟姊妹三家弟弟，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。